土地公是地方的信仰中心，桃园龙潭大北溪奉祀的土地公神尊方偷提过2届，经过地方的讨论，白公嘛同意讲用古水的土地公石雕来正做神尊，月初已经开工安做咯。提清香拜拜祈福，桃园龙潭区大北溪众白公充满古意的土地公庙已经200年的历史，是地方居民的信仰中心。今年8月，神尊2摆互人透气，经过地方讨论，也透过仪式，得到土地公的同意了后，改刻Q版的土地公。Q 版的就比较可爱啊。哦，100多年哦，变化也不错了。我觉得很好啊，也。除了展现我们地方的特色，也有发挥创意。甲过去庄严的土地公比起来，有信众虽然无干的关系，不过感觉拥有地方特色真有创意。Q 版土地公设计理念是结合在地产业东方美人地概念，伫尾到红马顶观用小力学禅气象，希望土地公保庇地方产业永兴旺。高度有47公分，宽度有30公分，那重量有将近快50公斤，那下次要搬运走是很不方便，很不容易。因为进前2个神尊拢互人透气，大北溪农村发展协会表示，新的土地公石雕有50公斤，高度卡伫庙门的户顶，相信贼偷想要偷也无法度。记者综合报道。